今年哦，冷气团是一尊又过一尊，台中苗栗内海的山区大约是有2成到3成的财损。农粮署嘛同意用1公顷要救助62000块。落雨天来到果子园巡视，苗栗农民看到已经翻倒几落届的来水，煞无法度发出果子，内心是感觉真无奈。持续低温，结果那个花苞都掉了，有的没有开，有的开花就没办法授粉。苗栗县是高接内海重要的山区，种的面积将近1200公顷，但是农民反映去年底陆续翻倒了后，受到几落波寒流的侵蚀。平地甚至出现过1度的低温，地属三湾、岛南、大湖等地有超过25%的内海水出现旱害死亡。县长总统真堪灾，讲会向中央争取农业天然灾损现金补助。这次核定的金额大概是每公顷补助62000块，让农民的损失减少。台中市也有同款的灾情传出，农民表示今年旱害的状况真特殊，气温冷热交替，佮加上风雨。内海树停止生长，花苞拢乌起受损，这个当搁再买来水来翻倒。目前初估当时有31%，后里是有2成的果子园出现灾损。今年的寒害很特别哦，冷了3天，而且又好天气好了2天，我们农民还放心一点，结果又来了5天的寒害，又更严重，又雨又风又寒。那个他怎么受得了？农业部这边会尽快的来公告救助的事宜哦，让我们的农友都可以尽快来去公所申报。那这个救助金额的话，就是我们中央政府这边农业部补助的救助金是每公顷62000哦。农粮署强调，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规定，高接内海每公顷会使救助62000块，台中市府另外补助福建资财每公顷1万块，农民会使赶紧向区公所提出申请。公视新闻苗栗台中报道。